睇到文章嘅细节，先来读一遍，一遍读一遍就用笔写出。你认为卡上分嘅词汇，二配合词汇本，了解正确嘅念法，疑问嘅意思。三利用词汇本嘅理解，复习词汇嘅正确用法。比如讲，呢篇文章写出下背呢道词汇。阿咪上來熬晚醬，前腔成五下飯，到按度站到人才嘅河面飛窗，冇辦沙地阿咪喺泥沙，甚至很有道理，描述呢個頭一擺來沉水嘅黃皮膚色模樣。不過阿咪自己年前愛做嘅，就係睇出最好嘅表現。唔是聽人叫甲無人，真正強嘅人，總係用性質來講法。比賽很真肯定，就算阿咪嘅分數聽人唔多，佢咪還係3萬句壓定壓緊，唔言放棄。前日就來到最尾一關嘅停車卡咧，舊年同阿咪插上過後，打算前兩句求病。求取唔是卡過嘅重量，係講成功咧。阿咪就會喺呢個奧運嘅金牌得主。報妹10分冇彩，阿咪結果咧，佢唔會遲到見效，因為佢哋就算冇成功，咪總比冇去過卡張。阿咪發誓4年過後，會重新站到奧運嘅比賽會場，來留台灣爭取一代金牌。文章作者有時會有假注，表示出特殊，也係需要特別解釋嘅地方。像係本文就有假注，機場比賽嘅專有名詞停舉，因為卡是舉拿的意思。所以停舉叫做停車卡，特別呢隻卡，得隻強要當到冇相同嘅發音，大家做得注意。呢隻詞就要用日式時間，用日式精神來注意你按到嘅發音。讓一隻假注跌固，呢個詞體驗讓到嘅細節。你可能會想到乜嘅東西跌下來咧，到呢位係表示失敗嘅意思。